在推銷幻想之地，拿來麻醉這代人造夢年紀。即使得3歲，亦能望穿粗糙把戲。整天也睡眠，誰又有企穩力氣？活到今天並非不離，然而捱到最攰時，亦未兒戲。揸真的仙境，需要辨識普世歪理，沉睡當作自願，太早泄氣，隨時可以入睡。如何及過得清醒有趣？留下做人，即使麻煩一堆，愛麗絲醒來才空虛。夢裏可厭世避世，但我想追人間的鳥居。自細聽到極多謊話，成人卻較自然住在童話。他解釋不到當愛麗絲有多可怕，常自困夢遊裏不分真假，隨時可以入睡。才空虛，別再將厭世避世全民推舉，明明可以安睡，然而活過想留下證據。我心所愛，我不回頭的追，拒絕抱枕頭來沒歲月將可憐誰？夢遊仙境中的庭園，非真正的山水。這闕歌請你聽了別繼續，雲遊太虛，快長大。皇后白兔並非你所想，即使累